感謝上主，天氣好。呢幾日我哋好怕落雨，感謝主冇雨落。我都多謝所有參加者幫手安排嘅人，多謝大家。慈悲香港3月1號喺佐敦鴉打街臨時籃球場舉辦咗同心抗毒嘉年華。我哋喺呢個區，油麻地、佐敦、旺角、尖沙咀，我哋好關心吸毒者、露宿者。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慈悲香港做呢個服務。成個嘉年華透過遊戲攤位、樂隊表演以及戒毒者嘅個人經歷分享，仲有專家講解依托米茲對身體嘅傷害。我哋以前叫做太空油啦，咁或者有啲人講係喪屍油咧，即係食咗幾日期啦，好似個喪屍咁樣嘅人啦。咁佢會講一講，深入咁講一講依托米茲嘅害處，同埋關於佢嘅信息啦。禁毒專員李基信先生喺啟動禮嘅致辭中提到，雖然咧我哋香港整體嘅吸毒情況咧，過去嗰幾年有啲嘅改善，但係咧年青人嘅吸毒情況，21歲以下嘅青少年咧，都係要值得注意嘅，因為都有少許嘅上升。希望引起大家嘅關注，同時介紹慈悲香港嘅防毒及戒毒服務。最近咧，我哋做咗一個康復發展嘅中心。咁係咩咧？就係嗰啲人戒咗毒之後咧，就入嚟我哋呢度住1年嘅時間。咁喺呢段時間咧，我哋照顧佢身心社靈嘅健康。咁希望佢就唔會復吸咁樣。今次嘉年華邀請咗多個戒毒機構參與，入面嘅攤位遊戲主力都係增加大眾對毒品嘅認識，以及毒品對身體帶嚟嘅禍害。仲邀請咗一班成功戒毒嘅戒毒者分享個人經歷同表演。我叫做太仔啦，咁我就係明愛黃日南中心嘅樂隊耀南星嘅主音啦，同埋我都有寫歌嘅。其實我今次係第2次入去黃日南中心噶啦。咁我第一次入去嘅時候呢，就2017年戒咗2年之後啦，咁就好幸運啦。咁明愛就請咗我做咗職員，又做咗3年。然後我就重吸咗，23年底咧我就已經翻咗去中心入邊再處理自己嘅問題啦，都係吸毒啊咁樣。一開頭咧咁我翻到去中心其實就都唔係咁開心嘅，因為本身做咗職員啦，然後自己再重新再去處理過一次自己嘅問題啦，面對住一啲舊同事啦，面對住一啲原本識我嘅學員啦，咁我會有啲不知所措嘅。每當呢啲咁感覺嚟到我自己嘅時候咧，我就會揸起個吉他，希望去寫一啲歌啦，鼓勵到我自己咁樣。即係我唔需要俾晒全世界嘅人聽，但係我可以俾到一啲好似我有同等經歷啊，佢都聽到我嘅歌嘅時候，佢都有一啲嘅反省，佢都認為自己得嘅時候，咁我就覺得可以係一個改變。由我最初喺桌球室工作嘅，由嗰度呢，我就見證咗好多係衣着光鮮啊，同埋身光頸靚嗰啲古惑仔先嘅，就好好奇佢哋點解有咁優質嘅生活呢？咁之後呢，由於工作關係，我就識咗佢哋啦，同佢哋一齊出街啊，吃喝玩樂嗰啲，咁啊開始接觸到毒品呢樣嘢啦。長期同佢哋咁樣吃喝玩樂啊，咁導致我工作嘅遲到啊，之後連工都唔返，我又俾公司解僱咗啦。跟住我問佢哋有冇啲乜工作可以介紹俾我啦。咁跟住佢哋就話有啊，佢哋有啲人都做緊啲人工又高啊，又係快錢嘅工作。開始咧我就又吸食又跟住去販毒啦。亦因為咁，最終經歷多次監禁，喺慈悲香港嘅幫助之下，揾到佢嘅生活方向。我希望佢哋即係啲過來人啦，由我身上都睇到一份曙光，即係證明到連我呢撇爛泥都可以改變。希望佢哋都可以好似我咁樣。其實我哋慈悲香港唔係一個戒毒嘅機構啦，或者一個服務露宿者啦，或者服務坐監嘅人嘅機構。其實我哋係一個，你聽清楚啊！我哋係一個傳福音嘅機構，因為其他嗰啲都全部係工具嚟嘅啫。當佢哋認識到天主，知道天主係成日都喺佢隔離，當佢乜人都冇嗰陣時，當佢好孤單、好困難嗰陣時，佢知道天主會陪佢一齊行。所以咧係愛嘅力量同埋愛嘅希望。咁我希望大家嘗試去認識我哋嘅天父啊！